大家好，我是建佑。台湾伫1960年代有真侪人得到小儿麻痹，有一位对挪威来的医师，伫台湾奉献30年，照顾麻风病甲小儿麻痹的患者，佮帮助病人做铁鞋，替因争取受教权，设立职业训练工场。伊甲较先进的医疗技术引入来，嘛向美国的疫苗厂进口小儿麻痹疫苗，佮请龙骨专家来台湾指导小儿麻痹手术，推动台湾的医疗发展。坚持倒位有需要，伊就去倒位的精神。伊离开台湾了后，佮去越南、尼泊尔、海地服务，用伊的专业去世界各国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你讲过我来听，这集要讲的故事是小儿麻痹之父毕加索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振兴，真欢喜大家来收听。你讲过我来听。这礼拜咱要来听一位对挪威来医师毕加索。伊是咱台湾小儿麻痹之父。毕加索医师伫1926年出世伫北国的挪威，老爸伫世界经济大萧条时失去了头路，佮得着肺结核，无钱通好医病。毕加索爱替老爸去申请社会救济金来生活。伊立志以后要做一个医生，帮助散车的人，绝对袂使互因失望的。伊考入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医学院读册时，加入挪威的基督教协力车会，准备要去做医疗的传教士。1954年大学毕业的时，和身份的牵手，奉着神的呼召，去到台湾，伫桃园龟山的乐生麻风疗养院做医生。迄时得着麻风病的人，被迫爱和厝里的人分开，关入去疗养院内面，受到无人道的对待。就敢若是活的死人。因特别拜托外国来的医生，毕加索为着要得到患者的信任，必须无挂手笼、无挂喙罨、无穿防护衣的近距离的和患者接触，渐渐袂去互患者拜托啊。有一天，一位麻风患者脑后去互痰踢着，规个面拢裂色去，强强要断开去。毕医师就赶紧摕一条塑胶管装入去脑后内，用力的用喙甲痰输出来，连续输3摆以后，患者的气才顺起来，面色当作红叶。这2年伫遮服务，伊付出的关心甲爱，互病人对以后的人生有所希望。1956年，伊互挪威教会调去照顾屏东的麻风病人。伫基督教诊所的时，伊甲美伫山顶的麻风病患者带出来治疗，互因感受到人的疼心。患者就愈来愈多。诊所无够用的时，伊伫宿舍的门口埕搭了布棚，通好接受一寡麻风病、肺结核和小儿麻痹的儿童。伊60块的美金薪水嘛捐出来，认养46个儿童。伊讲，伊过着简朴的生活，除了看病以外，无啥物通好开销的。有一摆，一位患者过身去，要转去因厝里安歇，
半暝啊找无车通载，必须着骑奥多麦伫头前，中夹着大体，后壁坐着加速，甲大体抹掉咧。一路到梦者的厝里，已经是半暝啊3点外。过顿工透早7点，搁爱去上班巡病房。第一年，伊就收到350个住院患者，甲门诊的病人2万多人。1960年代，台湾被小儿麻痹的疫情严重的威胁着，愈来愈多囡仔得着病，伊向 WHO 申请小儿麻痹的疫苗，被 WHO 拒绝去。伊也无死心的向美国沙宾疫苗厂讨到4000份的免费疫苗，伫屏东地区大规模的接种。便若看到小儿麻痹的病童，伊拢会甲因带转来免费的照顾。致使护士的工作量增加，常常爱加班。夫人嘛伫诊所斗3工，有心的伊无闲甲老体去。你会看到毕爸爸伫咧饲病童食饭，甲因洗身躯的情景。病院若无血液通用，伊会甲手腕闭起来，关火予患者。火型是 A 型的夫人，嘛会照毕爸爸意思，甲火关出来。患者若无钱通纳医药费，伊会写一张 BOV 的欠条，交予病院，对伊的薪水来扣除。1963年，台湾第一间的小儿麻痹诊所伫屏东的胜利之家成立啊。迄时的小儿麻痹病童，因为无铁鞋通穿，拢是伫咧涂骹兜爬来爬去的。毕爸爸就送一位病童去夏威夷订做一双铁鞋后，伊请伫屏东基地的美国工程师斗3工，甲美国的铁鞋copy起来。伊嘛设立了一间铁工厂，免费的提供铁鞋，予有4界内的病童。所有的费用拢由挪威基督教协力车会提供的。有一位驻台湾的美国工程师被因的所作所为感动着，甲公司予伊的厝税每个月津贴100块的美金捐出来，只要求予伊伫铁工厂内有一间房间通住就好。迄当阵学校是无要收行动不良的学生的，这造成了小儿麻痹的儿童失学，失去了就学的权利。毕爸爸4界去拜托学校收留学生加载，最后有屏东仁爱国小同意成立特殊班。伊派了2位胜利之家的工作人员帮助学生教学的时的运作。这个特殊班却变成全校上优秀的班级，模范生是不计其数的。2年以后，教育部立法改变政策，规定学校袂使拒绝病童的受教权。1969年，毕爸爸甲世界各地管来的生产机械，伫高雄的柏鼎金开设特别为小儿麻痹患者设计的职业训练工场，训练朋友有谋生的能力，有一技之长，会当正常的行入去社会，得到因生活所需要的报酬。1975年，有部分的小儿麻痹患者因为肋骨长期的受到压迫，肋骨就弯翘去抵着心脏，致使丧失性命。毕爸爸去夏威夷邀请肋骨的专家 Dr. Jones 来屏东指导肋骨的手术。4界内的医生就住伫胜利之家，
有这个模范的模式，成功的带动着台湾各地建立了小儿麻痹的治疗机构。嘉义的基督教病院戴德心 Dr. Detak Manson 每礼拜会固定去屏东圣义之家支援小儿麻痹的开刀手术。30年来，毕爸爸用医疗的专业服务台湾的弱势人群。即马咱台湾已经会当自立自强啊，会当照顾着家己的人民啊。毕爸爸一定抱着倒位有需要，我就去倒位的信念。1984年，毕爸爸离开了台湾，去越南、尼泊尔、海地服务。伊即种跨越种族、跨越国界的爱，嘛影响着伊的后代。查甫的和老爸同款，伫蒙古做医疗的传教士，照顾善乡的人。查某是儿童心理障碍治疗师，用伊的专业试过去各国支援儿童的需要。1997年，伊得到第7届台湾医疗奉献奖，外交部嘛肯定伊是外交之友。2008年，挪威国王颁发圣罗拉夫勋章，肯定伊对世界医疗贡献。屏东县政府颁发荣誉冠名。2013年，屏东地方人士追随毕爸爸无私的精神，成立毕加索基金会，照顾屏东的老大人甲行动不良的人士，提供长期的服务。2015年，挪威记者苏汉昆斯替毕爸爸写了一本传记《奇异恩典》，伫世界发行。2014年，88岁的毕加索转来到伊的第2个故乡屏东，参加屏东基督教病院60周年纪念，甲屏东小儿麻痹的圣利之家成立50年纪念，和《奇异恩典》的中文版发行的记者会。咱台湾捌接受到真侪外国人士的帮赞，因用人类的爱，甲被人放杀去的弱势当作宝贝的疼惜，互咱会当放心的发展咱的经济。即马咱台湾富裕起来啊，应该甲即种的温暖的人道精神传落去。毕加索基金会即马就是甲即种精神传去到非洲的马拉维、甲亚洲的缅甸，用毕加索医师的光辉去照亮着需要被照顾的人。多谢各位的收听，咱后礼拜拜二才过来坐。小儿麻痹之父毕加索医师的故事，由李赞兴老师讲过，林基珍写作台文，陈湘阳、吴玉金校对，洪伟霆写钢琴配乐嘛讲译过，郭明华读 Instagram 的字卡，周建佑是执行长，我是制作人辛武平。你讲过我来听，要来讲100个咱袂记得的台湾人的故事。后礼拜咱要来讲教育家延平中学朱朝阳校长的故事，请邀请延平中学的学生、毕业生、家长准备来听哦。多谢你的收听，咱后礼拜线顶再相会。